好，中间再补一下。好，统一一下视线哦。好，中间的部分。左边的摄影镜头，先看左边的摄影镜头。对你宝贝做点纪念，如果还能一直保持新鲜，就把意外画上句点，才勉强拒绝做一点区别。不确定。 还没有出道就有这样的表现，那以后出道还得了？哎呦，对啊，所以潜力是很好的。当然啦，很厉害。他们等于已经有底子了，然后已经很敢表现了，基本上这个就已经是有一个基本的80分了，基本的80分，所以一定会透过这个节目变得更厉害。对，然后再加上2位给他们一些指导，那真的是会不得了。韦伯呢，看完之后觉得，我觉得接下来这几个月应该会挺令人振奋的，会有很多很杰出的这样子的都很有潜力。那我觉得说接下来在节目也会发挥得更好。因为最近有受到那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嘛，工作量的部分有没有少很多？这是我这个月唯一的工作，这真的是我这个月唯一的工作。然后其他还有2个工作是没有跟媒体碰面的，对，但是就只能说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吧。我觉得所有的艺人大家都是这样互相勉励的，因为确实身边艺人朋友大家也都变得空闲许多，所以大家也都可以趁这时候叙旧，然后也真的是趁这时候养肝吧。对，也当然趁这时候也是体重增加蛮多的，但是我也很努力的在运动，就希望可以不要让自己太失衡啦，也不能够因为就是休息，然后就真的就吃不停，放弃自己。我还是随时做好了工作的准备。那像幸福人妻情人节要怎么过？因为分隔两地的。哎呀，我们那刚陈琳有说到陈琳有变胖，但韦伯看起来有变瘦。哈？有稍微的吧？对。我反而看起来没有很胖吧？没有，没有我看不出来，陈琳看不出来。但韦伯好像看起来有点瘦一点。太真实了。还是自己实际上没瘦？没有，你是以那个节目来讲，是不是？就是可能看镜头上跟那个记者做特效。最近有人说你瘦吗？哎，你在这啊？我最近没有，我一直都在，我是 Joker，没看，对不起，最近没有。实际体重是没有变瘦，是不是？实际体重是没有变瘦。我觉得你不要追究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会吃的没完没了。好，可是今年有刚才跟愿望说。